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鹿頸郊遊徑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三彩荔枝洞素體隨形漿。荔枝石產於1987年，因開採嘅時候洞前面有棵野嘅荔枝樹，同埋質色潤白，有如荔枝肉而得名嘅。由於呢個洞同太極頭毗鄰，質細嫩而棱頭近似太極頭，結晶體以白色為典型，白者晶瑩潔白，清靈者似水晶，通體含細而綿密清澈嘅網狀蘿蔔絲紋，偶爾含白色片狀結晶沙或者係黑色細沙紋，有紅黃白黑等等色澤。我呢個作品喺壽山荔枝洞原石，屬於老東西再活化，全氣火氣盡退。呢件老荔枝三彩，局部帶紅橙黃巧色，紅橙黃三色過渡自然，視覺非常美妙，底子潔白明亮。石質冰糖地，純度高，頂好嘅質地，一流嘅貨色，算係萬裏挑一嘅品質。作品手感光滑柔潤，色味佳，素體天然冇銹，尺寸器型飽滿，適合把玩，隨手把玩，身心爽透，很好。石頭肌理玻璃底，微微帶絲，當中有少許荔枝嘅針。由於當年絲藝薄異，裡面有道肉眼難辨嘅微微小化裂，已經穩定，唔指出根本肉眼唔容易察覺，係可遇不可求嘅精品。